阿忠係你啊？係啊，對唔住啊。乜你個人咁噶？唔該晒。阿忠，你點解會嚟呢度嘅？哦，冇，我今朝早揾到門路攞紅寶噶啦，不過要人哋擔保。係咧，表哥，你再幫我一次。你真係想離開香港？係。好，咁我同你簽名。最好呢度嘅管事人啦。哦。好啊，咁我同我哋館長傾傾。唔該晒你，表哥。比他稍勝一籌，但每場也僅能贏他21對19。他對我佩服極了。他天天都來圖書館借書，並央求我指點他看書，我勉為其難的答應了。父親，我認為藍色是一種養眼的顏色，處身其中，猶如碧海泛舟，巧得很。他的品味跟我完全一樣。他的球技越來越進步，我感到很快慰。這都是我指導有方，他的同學都紛紛走來向我求教。由於他們的態度都不及他那麼誠懇，都給我拒絕了。說起來，父親，你不要見笑，這個女孩子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她的姓名。我沒有問她，她也沒有告訴我。不過我又不打算跟她結婚，知道她的姓名幹麼？哇！發生咗咩事啊？藍色㗎嘛，醫生話啲顏色對近視嘅人有好處嘅。有冇搞錯啊？喂，你今日嚟咩事啊？哦，我嚟問你，睇你要唔要波飛？我呢度多咗張。幾時嘅？禮拜6嘅，就係社會系對新聞系。唔去，我又唔得閒。我明知你係咁，問你多餘嘅。喂，點啊？你如果有心請我嘅話，俾埋呢張我啦。又俾埋你？俾埋你有咩用啫？你一個人又坐唔晒2個位嘅。你咪理我咁多啊！我或者攞嚟搣爛佢咧。唉，真係畸形嘅真係。好啦，俾埋你啊，拍你啊。係啦喂，你表弟唔喺呢度讀書㗎？你講耀中？嚇，唔係啊。咁我琴日梗係認錯人啦。唔怪之我喺籃球場猛咁叫佢，佢都唔應我啦。耀中佢係應該嚟㗎咯噃。我都已經雞肯咗館長做佢嘅擔保人㗎啦。咦喂！